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一件车祸的消息。昨半暝，伫咧高雄凤山有一个查甫人驶车去弄到边仔的车，结果规台车变去，坐伫咧安全椅仔顶悬的婴仔就摔落来，掉伫咧车门的旁。加载尾也是有顺利救出来，不过甲婴仔的汽车安全椅仔倒伫咧驾驶边仔位是违法的，相当会当罚到3000块。日到半暝要返点，普色的轿车哪驶哪打动，向几只车向正边弄过去，直接弄到停伫路边的另外一只车，伊也压到一只汽车，造成女技师脚甲手挫伤。了后，这只弄到人的轿车直接并车，规只车坍直，车顶的婴仔落出来，卡伫门旁，实在是真恐怖。我们赶快掀车子，另外一个人把他抱出来，就差这样子而已。哦，你看这个缝多小，有可能再下来一点，那个小孩就没命。你头在这里。看到民众做伙刷车，赶紧把6个月的查甫婴仔救出来，加在干那小可挫伤。赛车的姓陈的男性酒测值是0，好亲像是戆神，无注意头前的状况，弄到路边违规停的车。虽然查甫婴仔坐伫安全座椅顶面，算是放伫副驾驶座。小型车负载幼童未依规定安置于安全椅者，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。按照规定，囡仔安全座椅袂当放伫头前，真侪家长拢真配合。他们应该首先是怕小孩子哭啦，可是因为就还是安全性问题，宁愿让小孩哭，也不要就是有危险发生的时候在那边后悔啊。警方也查到姓陈的男性是地中地检署发布的早起通缉犯，甲伊解散归案。查甫囝是交予社会局的社工评估后续安大的代志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